乾啊，乾坤的乾，电脑程式巴拉波卡 ，BALABOLK， 俄文的意思，喋喋不休的意思，会中英文混读呢。电脑报读程式。乾卦，乾坤的乾。乾坤，乾元的亨利贞。乾元啊，乾道，乾坤的乾。乾乾啊，乾坤的乾。72集啊，这是谁弄错了？68年进去了啊，72年毕业了，72集。乾。乾坤的乾。
乾乾。乾坤的乾。乾乾，乾坤的乾呢？乾呢？72级同学。72级同学。乾坤的乾呢？胡念成胡。
满洲文呢，台大历史系的借调。多种人才，留日、留韩、留美、留德王琦老师留德，后来到德国讲学。有的老师到中国大陆讲学，有的到韩国。优秀。我的导师去参观那个庙宇古迹黄典全老师，我的老师，教台湾史。林瑞莲教授，我的老师，教中国现代史。新营人。跟大场馆应该不一样，这大场馆。大场馆是在光复校区吧？文学院馆西边呢。上次有录到这边了。可以从这边录了。满洲文呢。
乾啊，乾坤的乾。节先生。你看，陈杰贤老师，陈杰贤教授会写满作文的，台大的历史教授，还借调来成大历史系第3任的系主任了。你看，加拿大西温哥华，成大历史系58年517创立。你看40周年的时候是2009年，民国98年。你看他写满作文，这是满清皇族后裔嘛，家境好才能念到大学，当大学教授。87年的照片了。伟大嘞，导师伟大嘞，虔诚的基督教徒到教堂演讲，讲稿100万字后，整理出18万字有书出来的，好像讲道集，优秀，享受80、90岁高寿。然后过世后，那遗体大体捐给成功大学医学院的，做大体老师，伟大。早期硕士就可以到大学教书了。优秀同学，研究所毕业当助教，然后当讲师8年。这期间有到台大历史研究所修博士课程。
博士3年，博士课程3年了。然后升副教授，我再教几年以后再升教授。同学还有到中央研究院的吴梦珍，到中央研究院服务。要修学妹，有日的，好像做到文学院院长。乾坤的乾。黄典全教授呢，87年，哎呦哎。
王文霞老师当系主任，留英国剑桥大学的，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，优秀优秀。优秀优秀。